細個，我覺得做人理所當然要積極，年紀大啲，添咗幾分無奈，積極越嚟越陌生。但係而家，我偏偏遇到好多人用自己證明積極嘅永恆。鄧潔明將佢哋一一記入人間寄語。一次又一次咧，喺呢度就係同大家講聲 hello， 開始做節目，就係咁樣一個禮拜、一個月咁樣過去啦。最近呢，有冇睇到啊？一啲化妝品又或者嗰啲理髮品嘅廣告咧，都係不約而同咁話，要令呢個時光倒流，又或者咧要令到時間咧係倒翻轉頭。呢啲咁嘅口號又或者說話啦，都好似啲大喜嘅信息啦，安慰嗰啲青春不在嘅人。又或者其實可以調翻轉頭咁講嘅，就係呢啲商品呢，只要諗一啲咁嘅標語咧，其實都好捕捉到啦，人係怕老，又或者怕呢係逐漸失去咗嘅日子。而我手上面呢，就有3封信，分別呢都係15歲嘅 Billy、16歲嘅 Iris 同埋17歲嘅淑嫻。佢哋不約而同都覺得生活越嚟越難，好唔開心，更加唔想長大。15歲嘅 Billy 呢，仲記得自己 Form 1第一次踏入自己中學嘅校園嘅時候，佢就俾嗰片大青草地呢吸引住，佢覺得自己當時嘅心情好似羽毛一樣咁輕。但係今年已經 Form 3啦，心情就完全唔同晒，為咗功課同埋人際關係嘅煩惱，令到佢好懷念以前嗰種感覺。佢問：究竟成長係咪一定要面對呢一種咁沉重嘅感受呢？睇 Billy 嘅信啊，真係好似一個好吸引嘅電影片段，係嘛？一個10幾歲嘅男仔喺學校嘅青草地上邊懷念一幅又一幅似乎褪色嘅回憶片段。至於 Iris 呢，就直情唔想去到17歲，因為佢覺得細個，我覺得做人理所當然要積極，年紀大啲，添咗幾分無奈，積極越嚟越陌生。但係而家，我偏偏遇到好多人用自己證明積極嘅永恆。鄧潔明將佢哋一一記入人間寄語。17係一個成長嘅標誌，年紀細，人人都會保護自己、錫自己，但係大咗就要承擔晒所有嘅嘢。而 Iris 呢，亦都有佢自己動人嘅片段。佢話當有一日啊，佢自己收拾一大批舊聖誕卡同埋信嘅時候，當睇到 best friend 嘅時候，佢真係想喊，因為當日嘅 best friend 好朋友，今日竟然係變得太過陌生。而今日嘅佢要面臨Form 5畢業啦， Iris 又一次要面對呢一種現實嘅分離。而另外淑嫻呢，喺17歲嘅年紀已經覺得生活好悶，佢成日問自己啊，我究竟係邊個？佢好想擺脫自己嘅責任，但係呢，又忍唔住成日要問自己人生嘅意義。佢甚至話好討厭神創造俾佢嘅生命啊。睇完呢幾封信呢，我自己會諗，的確係生活可以話係好無奈嘅，因為無論你點樣問，又或者點樣想都好啦。每到你要慶祝生日嘅時候，你都會知道歲月係喺自己身邊不斷咁樣流過。喺一年又一年嘅入邊，你會發覺自己咧係會的確經過好多開心啦，又或者唔開心嘅事，留低咗好多你實現咗，又或者落空晒嘅目標同埋願望。少年時代，你覺得自己開始去問人生意義啊、成長何解呢啲問題係難過嘅時候，我可以話，一直到以後嘅日子，你都為呢啲解唔開嘅疑問去經歷自己嘅生命嘅。若你志在遠方，心卻在窄路旁，我也一樣不驚慌。儘管接受滄桑，其實痛楚令我一樣，在這傷口生盼望，就能不。有一部一直都好受人推崇嘅文學著作《浮士德》，講佢少少嘅故事俾大家聽。主角嘅浮士德雖然係好有學問，乜嘢都有啦，而且佢仲係人到中年添啊，但係佢依然都係要為到人生嘅意義而痛苦，甚至完
己嘅靈魂咧就同魔鬼咧就係打賭嘅喎。佢要賭咧就係話要經歷咧各種嘅生活，咁所以喺個經歷入邊咧就有好多好聲色犬馬好富貴啊，甚至係好有權力嘅生活佢都試過，甚至咧係極之虛幻喺幻影入邊嘅生活咧佢都經歷埋。不過呢一切咧都未能夠滿足到呢一位充滿智慧嘅人，而令到佢覺得有所滿足，又或者留戀。其實我自己覺得咧，成日去諗呢啲人生啊或者成長嘅問題，冇錯係好煩。但係不過有咗問題咧，有咗要解除痛苦嘅動力咧，其實我哋先至肯咧一次又一次去經歷我哋自己嘅生活。有好多嘅文學作品又或者哲學家，甚至我自己經歷過都體會到，痛苦即係提高我哋嘅知覺咧，係去揾出我哋自己生存嘅價值。所以希望呢幾位嘅小朋友啦吓，唔好因為呢一種嘅痛苦而覺得生活係一啲意義都冇，佢只係一種推動力啫。人間寄語。Hello，喺呢個節目入邊咧，越嚟越肯定啦，就係話聽佢睇話嘅節目嘅人咧，真係幾有情，同埋係一啲好感性嘅人嗬。咁我覺得你哋唔單止咧係對你哋啲朋友好啦吓，點歌俾佢哋聽，甚至對其他人咧真係好關心。成日如果咧你哋都有聽我呢個環節嘅話咧，我諗都會有印象啦。我講過2次提過以蓮嘅詞嘅，咁結果咧由上個禮拜到而家咧，都陸續收到啲信係問候以蓮。咁有啲咧仲會寄埋會有信封，話想同佢做下筆友。咁有啲就安慰啦，叫阿以蓮咧就俾啲心機。咁更有啲咧係將自己一啲好唔開心嘅經歷咧同埋體會寫咗落嚟，咁認為咧萬事都係有解決嘅。呢啲反應啦，其實令到我真係有啲意外，能夠攞起一支筆寫封信去支持一個完全陌生嘅女仔，叫佢俾心機繼續，令人覺得人嘅生活啦可以喺好偶然嘅機會入邊聚埋一齊，而成為一份力量。其實諗下啦，呢陣我哋自己要毫無怨言，好心安理得咁樣過日子，真係冇乜可能嗬。好多時我哋都會係俾眼前所見到，或者感覺到嗰啲煩惱咧，令到我哋冇晒心機，覺得生活只不過喺度受苦，一啲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喺寄俾以蓮嘅信入邊啊，好多都提到自己都曾經想過死，覺得真係一了百了。通常咧，當有事發生嘅時候，自己又去到一個無能為力嘅地步嘅時候呢，你突然都會覺得唯有生死之間呢，自己先至能夠真正去掌握同埋選擇嘅。咁同時你更加發覺死亡啊係對生存最好最勁反擊嘅同埋報復。咁好多時呢，咁當我哋俾人又或者一啲事煩到好唔掂嘅時候呢，死除咗可以逃避之外呢，其實仲會有一種嘅幻想，就係以為自己死咗，身邊嘅人一定會好傷心啦，同埋好掛住自己。嗰一剎那，就算自己幻滅咗都好啦，都仲以為咧係比起生前咧，仲能夠引起其他人嘅注意同埋同情，諗住不如自殺死咗去嗰一刻咧，可以就係話自己最悶最苦嘅時候。唔知你當時會唔會都會有呢一啲嘅諗法呢？其實死咧，對於啲哲學家嚟講啦，可以話係思考嘅重要嘅課題。咁記得睇過書咧，就係叔本華，一個好悲觀嘅哲學家。咁佢就話啦，每日嘅生命咧都係負債嘅，咁而死亡咧就係開出嘅收據。咁就係因為人生太痛苦啦，咁所以死亡咧反而就係一種嘅補償。咁我覺得喺佢嘅睇法入邊咧，呢個人似乎就好肯定啦，乜嘢係苦，乜嘢係樂嘅定義，而去講生同死。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嘅哲學家孔子啦，就係當學生問佢有關於死嘅時候呢，佢就話未知生焉知死。嗱，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句說話嘅，因為的確係嘅。其實我哋人呢，喺生同死面前呢，唔知你覺唔覺得都係顯得好渺小同埋好無知嘅。基本上我哋都唔知兩樣嘢係乜嘢，我哋就會大發謬論。而至於耶穌呢，就喺所有嘅信仰又或者歷史入邊呢，佢係唯一一個呢，係打破咗死亡而復活嘅生命，而佢呢就只係向我哋肯定生命，而用自己呢去做一個證明。
我諗啦，喺你自己或者你嘅生活入邊啦，或者有時你都會好似我咁睇書，或者見到啲事咧，令到你諗到死亡噶，係嘛？不如又咁啦，你寫信話俾我聽。記得上次叫你寫有關於愛情啦，咁我覺得真係好有趣。喺節目入邊能夠有多啲你哋嘅睇法咧，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嘅見聞。咁不如如果你係有興趣寫信俾我，記唔記得我地址啊？九龍郵箱73000號。好啦，將呢個友情嘅時間再交翻俾郭啟華同埋你哋咧，一齊傾下電話傾下偈。上叫明同你講聲拜拜。